龟呢自日据时代那时候传承到现在的，到我这一代是第4代。好，那我们的我祖父那一代，他们那时候是做新港，只是后来兄弟分家，所以他就自己独立出来做航空柜。那一直到现在，就是慢慢传承下来。那我们的昂龟呢，就是通常会用在比如说在祭拜上，或神明生日的时候，或者是说其实在婚丧喜庆上面都会用得到。好，那其实我们后来也是一直研发新的东西出来，就是有一些比较传统的，比如说中间有一个断层在，好像我奶奶那时候有做菜包。它中间有断层，那我就想办法去把它找回来那个以前的锅扎米的味道。所以我们现在又多了一个，比如说新的素食菜包，然后还有小麻吉这种东西，小麻吉是后来我又自己在研发出来的。那我们讲过的特色呢，其实就是我们用的是在地的花生，然后它比较香，还比较味道比较浓郁。那米的话也是用我们台湾的米。然后做起来、吃起来的口感比较 Q， 比较软 Q， 不会很快就硬掉。这些龟模，这些模具其实都是从我曾祖父还有我祖父那时候，他们亲手用手刻的，那年代很久远，所以这个印子其实都已经有点模糊掉了。那这个是祝寿在用的昂古奥模，然后这个也是祝寿用的寿桃的模子，然后在这个是钱，这是在拜天公的时候才会用得到的。但是其实这里面这个图案呢，它是7个古铜钱的图案，对，那代表招财的意思。龟是代表长寿，这个也是代表长寿的意思。祝